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听说早期在三芝地区，当地的客家人都会玩一种八角风筝。今天我就要去寻找这个曾经是三芝客家孩子最爱玩的玩具。大哥，什么是八角风筝？是八角风筝是有8个角，这个我们小时候在玩的。哦，大哥小时候在玩的，都是玩这个八角风筝，用竹子编的，用这个那个鸟皮子。以前就是用这个塑胶的绳子绑吗？以前是用沉的，沉的，沉的现在比较少，然后就用这个代替。所以大哥小时候就是都是这一附近都是在玩这个八角风筝，这个地方都是在玩这个。八角风筝的制作原理与一般风筝相同，先用竹片做个骨架，然后粘上不易透水的纸。不同的是，八角风筝是要做2个4方形的骨架，然后交错叠出一个八角形来。大哥，这个八角风筝是那个爸爸教你的吗？对啊，小时候是他教我的啊，我们10几岁的时候自己就会做了。哦，10几岁自己就会做了。他常常看呐，每次他都做给我们，他做久他都不做，然后你自己去做，要把自己去做，就自己学了。我们这边的习俗都是这样的，我们以前也是客家人呐，客家人现在都客家话不会讲，都讲国语。哦，所以就是虽然就是不会讲客语了，但是无形中还是有学到这个八角风筝，从老一辈开始传承下来。好了，完成了。好，大哥，现在这样子就可以放了吗？可以了啊，绑一个尾巴做一个就可以放了。啊，只要我在下面再绑个尾巴就可以放了。虽然江大哥跟我合力制作的八角风筝已经完成，但是因为天候不佳，无法将这个美丽的风筝放起来。江大哥是目前三芝地区唯一仅存还记得如何制作八角风筝的客家人。他说，除了传承客家文化之外，他更希望有天也能学会说自己的母语。